唔係喎，跟住9幾多？首先歡迎大家今晚嚟臨由資料館舉辦嘅放映節目《香港流行文化節2026奇幻電影之旅》開幕放映。1980年撞到正 4K 數碼修復版嘅世界首映。奇幻電影之旅係資料館25週年嘅致慶節目之一，精選咗12部由50年代去到千禧年後嘅香港奇幻電影經典。今晚我哋就由撞到正揭開序幕。呢一部電影以喜劇嘅手法結合咗傳統戲班文化以及本土靈異傳說，既驚且喜，係新浪潮嘅重要代表作。經過咗 4K 數碼修復之後，聲畫質素大大提升，尤其是係夜景同埋啲鬼魂嘅場面，重返當年光彩。喺呢度，我哋要特別多謝高韻有限公司慷慨授權資料館進行修復，令到觀眾可以以更加好嘅質素重新欣賞呢一部經典佳作。當時好唔開心，之後諗都已經會變翻好好嘅回憶㗎啦。尤其是我哋當時好開心即係幾乎冇試過唔開心嘅時間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係難能可貴嘅，因為我哋仲有就係唔知唔講一句，大家做咗幾廿年。一路都冇斷過，主要都係得嚟啲天蘭啦，成日喺度大力走去出嚟約我哋統籌㗎我係，大家睇住大家老去，咁其實呢件事我覺得係同拍呢套戲一樣咁 valuable 嘅嘢嚟嘅。然後今日咧我就真係企喺度，覺得總之又好開心啦，就唔係百感交集咯。呢套戲係令我哋認識咧，係46年之前㗎。46年啦，好多都未出世。我個感覺就係46年前嘅我係靚妹一個，有幸可以參與呢個團隊，去拍咗8個月嘅戲咧，我簡直覺得係夢想成真。亦都開啟咗我對電影更加嘅鍾愛，即係嘢都未做完就合同都terminate 咗翻加拿大繼續讀電影，都係因為撞到正。多謝，多謝，你到你啦，我都係非常之開心，因為能夠喺當時，我哋好多個女人個個都除咗佢啦，早期我哋全部你都當咗我係女仔。未叫你梳邊㗎？咁我哋好開心咯！我諗唔到咧，就係由呢套戲開始咧，我哋一路走到而家40幾年，剛才見翻好似都唔係講嘢特細，因為我哋咧經常都仲有聚會。為咗呢套戲，一講起我哋就好雀躍，特別而家咧係用咗4K 再復修一個，再睇翻一樣係咁精彩嘅。我永遠都唔會忘記，當許鞍華導演揾我做副導演，撞到正呢部戲嘅副導演嘅時候，我第一時間知道咗係芳芳主演嘅時候咧，我開心到不得了。因為我細個就好中意睇戲，我屋企隔離咧就係戲院嚟嘅，所以我睇好多蕭芳芳同陳寶珠嘅電影嘅《彩色青春》啊、《紫色風雨夜》啊等等。咁我喺現場除咗做副導演應該做嘅嘢嘅時候咧，以外咧，我直情係一個小影迷咁企喺鏡頭後邊睇住我嘅偶像芳芳姐表演嘅。所以呢個一陣坐下低睇，我呢啲回憶一定會翻晒嚟嘅，所以係一個好美好嘅回憶啦。因為一部電影咧，其實係用咗個喜劇嘅手法去包裝個驚慄片，點解令人又要驚又要笑喎？好難做喎，不如又講一講啦嘛。關導講先啦。我唔覺得係個鬼片嚟嘅，即係我做副導演嘅時候，我喺現場好多時候都係笑住嚟做副導演嘅，因為喺處理上邊，無論芳芳嘅表演，劉克宣宣叔嘅表演，鐘鎮濤嘅表演等等，我覺得充滿喜感嘅，即係我覺得係好輕鬆地對待一個即係話係驚慄片嘅題材。
其實當時拍嗰隻啲都唔覺得驚咯，我又冇擔心佢唔驚咯，因為我覺得好大鬼咯，就算唔驚都知個樣轉一身唔見咗嗰啲咧。咁行尾咧係好似金國良講俾我聽嘅，話嗰隻鬼咧喺個碼頭度，大家唔見咗佢，直成心中發毛啊！咁我先知道，哎呀原來驚嘅喎，因為我以前特別驚嘅。我更加唔驚，我又唔可以劇鬥，總之我唔驚咯。你一間睇啊！我都唔驚，但係咧睇劇本嗰陣時我驚，因為我夜晚睇嘅時間咧我係10點半，咁就初初睇下唔對路，因為我一路睇劇本就一路有畫面咁出嚟嘅，即係習慣咗咁樣出嚟，咁即刻閂埋個門，個被冚入啲，咁嚟到去睇完咗佢。但拍嗰陣時咧就係唔驚，就係因為我哋好似好開心咁去玩呢套戲嘅，係咪？我覺得係，咁就直至到咧後期睇夜晚黑嗰啲場午夜場加咗音樂先至驚，咁係咁加音樂就驚咯啊！長做副導已經見到阿天娜扮隻鬼出嚟，哇！隻鬼咁靚嘅，sorry 劇透咗。好多謝幾位嘉賓精彩嘅分享啦！咁其實我知道今日咧仲有一位幕後嘅女員咧都嚟咗現場嘅，不如我哋都邀請埋佢啦。咁就係撞到正嘅化妝盧瑞蓮蓮姐。係啊，恐怖，今日恐怖恐怖都化妝都好緊要。OK。正咧就喺長洲拍嘅，好開心。阿 Ann 導演啊，阿天蘭啊，嗰個阿關副導演啊，我哋喺長洲拍得好開心嘅，所以就即係而家回憶下咧，即係好少有嘅，所以特別開心。多謝。好啊！我哋仲有特別嘅嘉賓要出場啦！我見到我哋嘅指示咧都好清晰啦，就係我哋保持安靜先，跟住我哋不如舉起電話。着咗呢個電筒先，我哋用一個特別嘅方式去歡迎我哋嘅特別嘉賓。燈光海係啦，我哋慢慢見到啦，係啦。咁我哋一陣間咧就用呢個燈光海去代替掌聲，一齊歡迎我哋今晚嘅特別嘉賓。我哋嘅撞到正監製兼主演蕭芳芳博士。唔好拍手，因為嗰啲聲浪會令到佢翻屋企係還2個禮拜嘅。大家用你嘅燈光，用你嘅愛心，唔好拍手。多謝。多謝你哋鼓掌。我今日覺得好幸福，因為我講唔出啦，因為46年前我哋拍緊一套戲啦，今日有機會喺呢度做首演禮，多謝楊帆導演啊，因為楊帆導演嘅關係先至有呢個機會，多謝香港電影資料館啊，我好感激佢哋修復咗呢套戲。我諗呢套戲修復咗完咗之後會好好睇。同埋我要多謝 Ann 導演啊，我哋要多謝我哋嘅 Ann 導演，多謝天啊，多謝阿林蓮姐佢幫我哋化妝嘅嗰套戲，多謝阿關，我喺度好似套戲得個獎咁啊，多謝你。多謝芳芳姐。好啦，咁我唔阻你哋，對住。唔會啊，我哋影張合照啊，諗住。有最後一句，我最後我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日日都快樂。攞嚟睇戲。多謝芳芳姐，跟齊人影張合照先，撞到正嘅團體照。
係啦，我哋望一望台下低中間嘅大會攝影師啊，攝影師都可以舉一舉手，等大家見到你。係喺中間嘅位置。係中間嘅攝影師影齊未咧？跟住落嚟就可以分去到後排嘅記者喎，都可以望一望後排記者位置。我哋請觀眾同嘉賓繼續留步啊！我諗我哋而家講要細細聲，但係細聲得嚟都要請一個好重要嘅嘉賓出嚟，就係楊凡導演。我哋繼續燈光可去歡迎就可以啦。我頭先聽到芳芳話多謝呢個多謝嗰個，其實我哋大家就要多謝芳芳啊，因為佢咧又主演又投資啊，整咗一套咁好嘅片。我舊時咧，因為1980年上畫嗰陣時候，我唔係香港。後尾我補睇咗之後，我覺得真係咁特別嘅電影，所以咧我恭喜佢，我多謝佢。同埋咧，我睇到有一個即係最近我睇到8個字啊，去形容芳芳咧，我覺得係最好㗎啦，就係無可取代，影壇宗師。大家記住呢8個字去形容芳芳。多謝導演嘅。佢唔俾我講啊，我都講咗。好，我哋多謝導演嘅金句，跟住落嚟，我哋繼續用燈光海啊！我哋歡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助理處長歐玉芳 Betty、總經理羅家明 Carrie， 以及資料館嘅同事阿 May 以及 Jody 咧，帶埋我哋少少嘅心意送俾台上嘅嘉賓。係啦，並且留步咧一齊影張大合照先。可以望一望後排嘅記者啊！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都同現場觀眾影一張大合照。咁有請咧大會攝影師嚟一嚟台上，咁嘉賓咧或者繼續。好，咁可以先打完後台休息啦。